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要来讲。目前全台湾有80万的失能患者，无法度家己到病院诊所去看病。全台湾第一间到厝看病在医疗诊所成立了，医生甲护理师24小时待命，甲厝内底帮人看病。市长，早，哇！老大人无爽快，伊阁无法度出门找医生，医生扎全部机器来厝内。小尿尿会不会颜色比较深啊？会。伊是伊尚如医师，2017年伫台东大兰村开全台湾头一间在体医疗诊所，即马将这个服务带到台北市来，希望讲会使帮助更较侪失能患者伫厝内安心看病。我相信在都会区有很多是在没有电梯的公寓的楼层里面，好的长辈，好，那当然还有很大的一块未来会是这个因为年龄可能超过80岁以上开始失智。这就是医师、护理师平常时接任务的办公室。虽然讲名是诊所，不过无收一般的门诊，收的病例嘛较少，又会塞车、坐车，费用有部分的健保负担。我们是希望的是说，把这个基本的家庭医师的这一个网络把它建立起来。每一位参与在这里面的家庭医师手上都有100-200个个案是需要由他来服务的。那中间如果有需要在宅医疗，他就提供到宅去做服务。未来在体医疗诊所可以配合病人自主权利法，增加医疗照护咨询，希望讲，互更较侪失能患者甲医生建立信任感，互患者会用更较安心治病，老有所终。